在地人在地情来看这个台湾李冠节全国李冠杯餐饮服务的竞赛，在1月30日要伫南投的一级火车头来举办，这嘛是疫情了后过来恢复举办，就是要来强化着产业的竞争力。这届总共有70外组，750外个人报名参加比赛。 有种无数的调酒师带来精彩的花式调酒表演，随后阁有学生的示范，展现参与服务技能的专业。为11月30日全国女冠杯竞赛选团，有70外组的选手参赛。那在实务教学上的话呢，更提升我们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走向。南投县副县长王瑞伫顶陵做伙摕汤盘加强推广，合力举办竞赛，就是希望伫宜居城市观光大观的基础之下。 提升产业的发展。那这一次的比赛，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带领我们南投县以低碳永续为目标。这项活动进入第15年，为原来的比赛变做全国性的竞赛，是真侪学校期待的比赛，而且逐年拢专工紧伫咧无同的地点来举办。今年特别选在这个集集火车站。面对即马女管业欠工的问题严重，竞赛当日也规划就业看线的平台，扩大活动的效益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